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13日，感谢主看顾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来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在每一天当中都让上帝来带领，让上帝来引导。让我们一起聚集，也愿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。再次将我们的今天仰望在上帝的手中，愿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愿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，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上帝面前，也愿我们的生命如基督一样，愿意献上，愿意摆上。我们也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如基督的样式，来学习基督，学习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如你。站立在你脚前，站立在你心事面前，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，看见你为我所预备，光照在黑暗里，使脸上怕自动抹去，你话语如金炼进我心，荣上加荣因你胜利，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，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。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，我心渴望荣耀如你，圣洁如你，基督耶稣，我全属于你。光照在黑暗里，使脸上怕自动抹去，你话语如金炼进我心，荣上加荣因你胜利，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，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。
近，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，活出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，我心渴望荣耀如你，圣洁如你，基督耶稣，我全属于你，哦，我属于你，耶稣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带领。愿你的双手领我们走出旷野，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，让我们生命里面被你炼净，更深的亲近你，与你同在，经历你的恩典与带领。主，让我们能够贴近你的心，贴近你。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建造我们，来坚固我们。也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持续的被唤起我们起初你呼召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、你的帮助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13日，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领受。从前有假先知在以色列民间出现，同样也将有假教师在你们当中出现。他们偷偷地输入毁灭性的异端，不承认救赎他们的主宰，迅速地自取灭亡。虽然这样，仍然有许多人要随从他们邪荡的行为，以致真理因他们的行为遭受毁谤。这些假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，用捏造的故事向你们榨取财物。自古以来，上帝的审判总是在等着这些人，他们是逃不了毁灭的。上帝并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，却把他们丢进地狱，囚禁在黑暗中，等待审判。上帝也没有宽容远古的世代，却用洪水淹没那些心目中没有上帝的人，只拯救了传扬正义的挪亚和其他7个人。上帝惩罚索多玛和俄摩拉2个城，将火烧毁，作为不敬虔的人的戒祭。他抢救了好人罗德，罗德为着坏人的淫乱行为大大的忧伤。那好人住在坏人当中，天天看见，天天听见那些邪恶的事，心里非常痛苦。主知道如何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也知道如何把坏人留下来，尤其是那些放纵肉体、情欲、藐视上帝权威的人，好在审判的日子惩罚他们。这般假教师胆大妄为，不但不尊敬天上的尊荣者，反而侮辱他们，连那些力量和权能
强过这般假教师的天使，也不用侮辱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后书2章1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看一些经文的时候，其实让我们都可以很享受在当中，也可以多想一点，在当中究竟上帝透过这些经文要对我们所说的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圣经的信息在里面，带领着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教导。透过彼得他的领受，透过彼得他的经验，来跟我们分享。所以今天在第2章当中，我们看到
他一开始讲到说，有假先知在以色列民间出现，在以前的时候，在初代教会当中，这边讲到说，也将有假教师在你们当中出现。所以让我们去想，其实以前发生的，现在还是会发生。在旧约时代有假先知，在新约时代有假教师，在我们这世代也有许多假先知、假教师、假牧师。所以在当中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讲白一点，就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。所谓没有信仰的人，就是虽然他在教会里面，但他不尽然信上帝。在当他所做的不合上帝的心意，他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。那些假先知为了要得到一些权利，得到一些东西，他自己去变了一些法术，变了一些魔术，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在当中都说上帝要我怎么说怎么做。其实上帝并没有借着他们做，或许有，圣经里面也讲过说，上帝让那些谎言的灵进到他们当中。所以很重要，这些人他们并不顺服上主。或许他们听过福音，他们听过这些信息，但他们不信。10几年前，我曾经在当中，在我们教会应该第一场或第二场的告别礼拜，这当中在做这许多的过程当中，曾经我还记得去到一间礼仪公司，那礼仪公司的人跟我说：“牧师，你不用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带这些家属祷告，我可以带这些家属怎么样？”让我印象很深刻，一个未信者，一个不信上帝的人，一个礼仪公司的人，他都可以跟牧师说：“这些东西我都会，这些我都可以做，你没有来没关系，我都可以做。”这些假先知、假教师，他们为了钱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这些也都可以学得会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的是很重要的是，在当中，这个人要把人带到哪里去？其实他们不在乎人到哪里去，他只在乎我的利益，只在乎自己的钱、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在这场告别式当中，你没有来没关系，这些东西这些流程我都可以帮你走完。你来只是来领个2000或6000块，做个讲道而已。所以只是这些家属需要你出现，就这样，其他我们包套我们都可以处理完。在以前的人或许也是这样，他可以学习你说的那些东西，所以在使徒他们当中，有人跟他说：“好不好？我给你钱，你教我，我也想要这些能力。”所以在这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这许多的异端，甚至已经不是异端，很多人说这些不是异端，因为他们已经是异教了，他们已经不是哪个教派了，他们是哪个宗教了，这些都已经成为新兴宗教了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许多新兴宗教都是在敛财，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，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们都在敛财。所以以前我们开玩笑，台湾有紫衣的团体，那国外呢？韩国呢？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其他基督教的团体，也是如此，所带来的是许多要把人带离开基督的。所以他说他们偷偷输入毁灭性的异端，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进来。真的听到很多牧师说，有很多人就这样来，然后这些人很亲民，他跟人非常好，打成一片，然后过几个月这群人就不见了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。这样的人或许他们真的是在台湾被某些牧师认可案例的，或者说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某些异端或异教的，在当中的一些做法把人带走。其实在我们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，进来然后开始讲，保罗有说
如果将来有人所说的跟我那时候讲的不一样，甚至我所说跟那时候所讲的不一样，那这些都是要被惩罚的。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是如此，就像现在当你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会发现有很多那图片做得非常漂亮的，当你好好去研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图都是中国那边全能神这样的教会出现的，或者是以前我看到那些很棒的图都是统一教，现在一直在打电话，在邀请很多人去参加他们的特会等等的，也是韩国的某一个教会，那个也不只是异端，也都是已经异教了。所以当中也一直进到我们当中，我们不自觉的就会陷入在那里面。不用讲那么远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些人所讲的已经掺入许多其他宗教的东西在这里面了？所以这当中我们需要好好去审视的是，这些人他有没有好好的在圣经里面，在信仰当中有没有顺服在上帝面前？我到现在还是很在意，有一个牧师在说的，我不用祷告我就知道了。其实当你是一个先知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会更多时间去祷告，甚至你会跟上帝更多时间讨论。所以跟我讲不用祷告我就知道了，这样是不是一些骄傲？这样的牧师所教导的，我相信也是很有问题的一个教会。所以当一个牧者不再继续在上帝面前谦卑降服、祷告、读经、领修，其实这也是我们坛基督长老教会的很大的问题。有很多牧者只是为了工作而读经，这也是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提醒的，你们要有灵修生活，你们读经不要只是为了讲道而读经，真的要进到这当中。就像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其实要更多的在上帝面前来领受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真的先知跟假先知会有很大的差异。所以这边说他们偷偷的输入毁灭性的异端，不承认救赎他们的主宰，迅速的自取灭亡。所以把许多的异端带进来，许多的奇怪的思想带了进来。当这样子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跟我们在读的撒母耳记、列王记、历代志里面所说的一样？在旧约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，他们读了很多的东西，他们做了很多事情，很多恩典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却去拜其他的神，带领人去拜其他的神。所以在列王记当中一直出现的是，这个王跟哪一个王一样，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。他自己得罪了上帝，又带领以色列人陷入罪里面。当耶稣在批判法利赛人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讲到法利赛人，他们只专注在那些规则，陷入在那一些法条当中，他们没有活出真实的生命，他们只是为了那法条，他们走偏路了。他们没有去想到那些法条是在帮助他们更加的进前，但他们就看到次要的，忘记主要的。次要的都是在帮助主要的，而你更专注次要的，你就会去弄一些更次要的，让你去遵守这些次要的。而这样我们一直在走偏，所以让我们去拜这些，而不是在拜上帝。所以慢慢的就会偏掉了。当我在看那些金牛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会觉得也是如此啊，是不是因为人们想要看得见，所以铸造金牛，让你们看到站在金牛上面的那个上帝，但那个上帝依然是看不到，所以大家拜的是金牛。
罪走偏了。当你看到施恩宝座的时候，你看到是那个宝座，还是坐在上面的上帝？其实我们人常常希望是那些看得到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去相信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所以这边在说，他们偷偷的输入毁灭性的异端，不承认救赎他们的主宰，迅速地自取灭亡。虽然这样，仍然有许多人要跟从他们邪荡的行为，以致真理因为他们的行为遭受毁谤。这样的人会怎么样？这样的人很会去讲一些偏激的话，讲一些损人的话。这样的人，其实我们在坊间常看到，我们也常在市场里面看到，有很多人会到处跟人家聊天，去讲什么有的没的，去损害别人。然后如果被抓包的话会怎么样？找很多理由啊，他就是这样怎样啊，我没有啊之类的，用很多理由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说，有些聪明的人，他们会选择远离这些罪，远离这些说三道四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听这些八卦，这些闲言闲语，这些有的没的，听久了我们也常常跟这些人是一样的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呢，有许多人跟从他们，随从他们，因为听久了你会觉得有道理哦。就像每一次选举的时候一样，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放话，然后透过各种俄语、各种的方式，现在透过电视、透过 YouTube、透过网络、透过 LINE、透过各种方式，去传达很多错误的东西，去传达很多人家要你听见的东西。所以到后来我们没有辨别能力，到后来我们就跟着他们这样做。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讲到说，那个人犯罪也害许多人陷在罪里面，也就是如此。所以在当中也看到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受害。其实在教会，其实当我们所做的也是一样。其实很多的教会被迫害，其实不尽然是教会做了什么，而是外面的人做了什么，而是教会没做什么。所以当我们没有在正道上，当我们没有更加的彼此相爱，当我们没有更加的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只会去听许多外面的声音，仍然有许多随从他们邪荡的行为。之前在看一些人的分享的时候，或许是影片，或许是影集，有些人在说别人讲什么，其实我不在意，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，你听他们所说的，你却信了，你却不相信我。其实那个人他说他最难过的是，你不听我说，你去听别人说，你听别人说你就信了，但是你却不信我。我们常常陷入在这当中，听别人听了一大堆，却不听上帝说，却不回来读圣经，却回来质疑圣经，却回来质疑教会，质疑牧师。其实我们没有真的进去里面，当你真的去了解的时候，你才会真的明白。所以当中也以至于真理因他们的行为遭受毁谤。这边讲到说，这些假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，用捏造的故事向你们榨取财物。其实这在前书的时候有讲到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并不会为了得到这些钱财来做这些事情。我们服事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那些不法的收入。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，用捏造的事情向你们榨取财物，势必是要捏造啊，因为上帝没有透过他们说话，所以才会被称为假先知，因为上帝没有透过他们说话。
所以他们只是模仿，只是仿照，只是学习那些先知出来讲话的时候很有威严，上帝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怎么样？其实很多人很喜欢那个权，大家都听我的，而在这过程当中要供养我，要给我钱，要我好好过日子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以利亚遇到那个妇女的时候，那个妇女其实她也不太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所差来的。但是在过那些日子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她也经历到，她供应她所吃的，她也发现她的油、她的面粉都没有少，但她跟她儿子以及以利亚都不饿着。所以这样得罪上帝的人，这样不顺服上帝的人，这边说自古以来上帝的审判总是在等着这种人，他们是逃不了毁灭的。这些人得罪上帝，这些人不顺服上帝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不顺服上帝，也得罪了上帝。上帝并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，却把他们丢进地狱，囚禁在黑暗中，等待审判。所以看到人跟天使都一样，上帝没有宽容，人犯罪、天使犯罪都一样，囚在黑暗中，等待审判。所以上帝也没有宽容远古时代，在那时代里面，在挪亚时代当中，上帝看到这些人不愿悔改，犯了罪不愿悔改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在当中要去惩罚他们。这边讲到说，只拯救了传扬正义的挪亚和其他7个人，也就是拯救了挪亚他们家的人。当他们愿意顺服，当他们愿意上传，当他们愿意听上帝的声音，上帝所交代的，上帝的话真实有临到他们，所以他们顺服的去建造船只，也上了船，也把这些动物带了上船。所以将那些不愿意顺服的、不愿意听上帝声音的、那些犯罪的都淹没了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那些不愿意顺服、不愿意听上帝声音、那些持续不断在犯罪的人，甚至犯罪到一个程度，罪恶满了。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听到索多玛、蛾摩拉，所听到这些就是一直得罪上帝、犯罪，而在当中上帝其实也到他们罪恶满的时候才降火烧毁了。所以这些人也成为不敬虔的人的境界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当中也去看到这许多的事情，也成为我们反省的见解。然而在当中，在这许多的犯罪的现场当中，犯罪的状况当中，上帝也让亚伯拉罕出手，救了他的侄子罗德。在当中，上帝依然施下怜悯。在那段记载当中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如果好不好？如果有50个义人，就不要毁灭；如果有40、有30、有20、有10个，如果有5个，好不好？如果有5个，就不要毁灭这城市。”所以当中可以看到，连5个都没有。罗德他们家一家4口，连他的女婿都不在这当中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罗德为着坏人的淫乱行为大大的忧伤，至少也为着他的女婿，也为着这许多的人，他所认识的他的邻居大大的忧伤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周遭，我们的邻居，我们周遭的人，
其实有很多情况，很多的问题。你有没有为着你周遭这些人忧伤？有没有为着你周遭这些人来祷告？你有没有在当中跟你的邻居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所以这边讲到，从罗德来讲，看到了他生活在这当中，在我们里面不也就是如此吗？好人住在坏人当中，天天看见，天天听见那些邪恶的事，心里面非常痛苦。我想我们也是一样，常就在这当中经历这许多的事情，有没有为着这些难过？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，常常看到很多人所做所说的，其实有时候就很想要推出来，因为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无能为力去挽回。其实我们很想要去帮助他们，但是有时候会发现能力不足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要去帮助这些人，但他们心里面却不愿意。当你在帮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被骂到臭头？甚至人家用各种方式要把你挤掉，把你处理掉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在批评人的时候，当你在论断一些人的时候，有没有去看到这些人在当中的努力？在这些人他们所做的，虽然他在这当中，就像我之前所经历的一样，我知道这一滩黑水下去一定非常黑、非常脏、非常臭。离开这滩黑水之后，可能就像以前在讲的，跳入黄河也洗不清。其实我们就是一样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帮助这些人，我们跳下去势必是脏掉、黑掉、臭掉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势必也需要这样子。然而在当中也会发现我们能力不够，所以也势必需要在当中求上帝帮助，或许寻求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参与在这里面。但是大家都怕黑掉，怕脏掉，怕臭掉，所以有时候就是退出来很难过，因为天天要看着那些事情，天天要听见那些事情，心里面会非常的难过。其实当我在参加某些群体的时候就是如此，每天在听，每天在看，其实很难过。你要帮，你要解套，你要做什么，人家甚至要顺势把你陷入在那当中，把你推坑。所以在这许多情况当中，也只有唯有求上帝怜悯。前面讲到说，主知道如何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也知道如何把坏人留下来。所以在当中，当我们主祷文里面，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祷告里面讲到说，救我们脱离试探，让我们脱离那试探，离开，不陷入在那里面。所以让我们也不会放纵肉体，藐视上帝的权威。当我们得罪上帝，当我们亵渎上帝，当我们藐视上帝，我们要去承担我们该承担的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过去从旧约到新约有这许多的事情。当我们在这当中看到彼得提醒了他们这许多的事情，都是当中一直在提醒着他们。所以就像在前面的经文里面讲到一样，在当中记下一些东西，让他们得以，让他们可以去记得。可能时间过了，今天听完了，可能就忘记了。但彼得希望用各种的方式让他们记得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也需要用各种方式去记得上帝的教导，去让别人记得上帝的教导。所以这边继续说，
这班假教师胆大妄为，不但不尊敬天上的尊荣者，反而侮辱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常常是如此，为了要高举自己，要把别人踩在地上，甚至要把天上的尊荣者踩在地上。这些假先知，甚至他们有可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宗教。这些人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，做了这样的许多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看见了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没有去经历这些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陷入在这许多情况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提醒这些，也让我们不陷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。这边讲到说，连那些力量和全能强过这班假教师的天使，也不用侮辱的话在主人面前控告他们。换个方式来讲，连这些人都不控告他们，那我们呢？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些不好听的话去控告。其实有很多事情也在当中展现出你的生命走到哪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掌管你的生命，让上帝的话先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提升我们，让我们到有那个高度，不是一直在那边瞎搅和，而是在当中被上帝提升起来。你去看到这当中，去看到那些点，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。有时候要进去，有时候要跳出来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当你能够有那个高度的时候，你所讲的话就会是不一样，不再是那些瞎搅和，而许多人真的要把你拉下去。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人想要把你拉下去，跟他们一样继续瞎搅和，要把你弄得很脏很臭。你看那个人怎么样？不要去听他的。然而在当中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怎么的作为？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，去思想上帝要怎么来带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也回到今天经文里面来看，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会经历到许多的假先知、假教师。不要以为这些只有在旧约，只有在初代教会，我们这世代也非常多。在我们这世代当中，也会有非常多这样的人，假教师、假先知，甚至有很多假牧师。其实有很多人，现在有很多独立教会，自己封立牧师，自己在传讲，但是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，传讲的要照着上帝的话传讲。我们也看到在很多教派里面的许多牧师，他们所传讲的也没有照着上帝的话传讲。所以这当中都是我们真的要反省的。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的很有名的牧者，其实也不尽然照着圣经在传讲，很会讲，超级会讲道的。他去做布道，一呼召就很多人愿意奉献，很多人愿意怎么样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圣经只是一个幌子？所以这当中我们要去查验这许多事情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先回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让上帝的话真的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被建造起来，让我们站立得稳，不会被带着走，不会随意的被带着走，走迷失了。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，提醒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每天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。或许我们这边当中还是充斥着许多的假先知、假教师、假牧师，或许在我们生命里面依然有许多的异端，甚至许多的异教在当中。有许多人讲的话语是那些侮辱人的话，是那些不好听的话，许多人在伤害我们的生命，许多人在攻击我们，抹黑我们，许多的人的话让我们跌倒，让我们受伤。愿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，让我们不在这当中，让我们不陷入在那里面，让我们不成为这样的人，随意的、恣意的攻击人。主啊，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去提醒他们，去帮助他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当然我们的能力微小，或许我们也不足以能够去帮助他们。然而主啊，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帮助我们的生命被调整，帮助我们生命成长，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更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不成为这些使人跌倒的，让我们不成为这些绊倒人的人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带领我们，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摆上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在当中一起来敬拜你，也恳求你的灵，恳求你就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愿主你带领我们，愿主你在当中悦纳我们所献上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给上帝时间，给上帝空间，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赐福着你的生命。愿上帝赐福你。